二姐，他们完成得了吗？完成了，不就晚上进行不下去了吗？这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样挽救不了工厂啊。我没有说要挽救工厂，就咱们工厂的这些设备和技术力量，是个乡镇企业都比咱们强，根本就没法跟人竞争。我呀，今天来呢，就是当一个恶人，我想让他们明白傻春经理啊，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我明白了，二姐，你真厉害。你不明白，我跟你说呀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你放心，小楚的心理疾病早晚会消失的。我也请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等下去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许再提这事儿了。没说这事儿，我这不是向你表态呢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等也白等。讨厌我的毅力。我走了啊，我还得去工厂呢。哎，走什么呀？那工厂有速棉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再坐会儿，再坐会儿。那速棉谁呀？当年从我们农场走的时候，你知道农场怎么说的？怎么说呀？说这速棉呀是说话从来没有表情，做事儿从来不露马脚，整人从来不费力气。说什么呢？那彩琴一提他，牙根直痒痒，真的。我们素棉哪有你说的那么坏啊？我没说他坏，我是说他这智商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那当然，我这是夸他。不对呀，我怎么没听出来你夸他呀？听着不像啊？那是我未来的小姨子，我能随便乱说的？说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检讨。讨厌，我走了。说走就走啊？啊！陈姨，我这正着急呢。我问你，怎么样啊？今天家伙嘞，哎呦，全场都傻眼了。一上来就把马大叔和那几个刺头给办了。哎，陈姨，你那么着急干嘛？你跟我细说说怎么回事啊？买菜的时间啊是有限制的，不准回家。要是回来晚了，就扣工资。真的？就剩点虾米皮儿了。哎，正好，赶紧做饭吧。妈啊，你说这素棉吧，还真厉害。你说这有文化的人吧，和我这没文化的人，他就是不一样。这第一天吧，就把咱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挺好，做饭吧。就是吧，有点太狠了。你说大家这街里街坊的，我觉得能不这样最好别这样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你把饭赶紧做了，妈都饿死了。妈，您再坚持一会儿啊，我得先把素棉那中药得熬出来。妈，您甭跟我这儿瞪眼啊，瞪眼也没有用。哼，不是还您说的吗？这家里的事儿啊，得有大有小，有前有后。现在素棉是咱家最大的。好，你就找抽吧你。哎，妈，鸡毛掸子啊，我已经扔了。只要我在家伺候您，您就得用那鸡毛掸子来伺候我。我呀，提前下手了。你是不是想饿死妈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妈，您啊，先跟那些什么陈姨啊什么去聊聊去，溜溜弯去啊。回头我做好了，您再回来啊。哎呦，你再气死我！我饿成这样，我还遛弯去啊？溜溜吃的更多啊！你给我快点做。哎，知道了。快！好，9点整。哎，干嘛？迟到了，回家吧。今天干了也算旷工啊。怎么这样啊？哪样啊？那我们还回家吧。怎么慢点来的呀？这是，不像话！真是。你
说你天天这样，不是把人都得罪光了？工厂有工厂的纪律，早也该这样。活该！哎，干嘛去？上厕所。看看你，我说他马大叔，你呀这是让人当枪使了。我们这车间几个搞销售的都不准备干了，根本完不成的任务，这钱都扣光了。车间几个人啊正商量的串联，我们呀罢工。你呀真是，你这是让人家老二给当枪使了，全院人都骂你，你不知道啊？不是，咱家的。我他妈也不得罪人了，我。哟，回来啦！回来了。领教了吧？我们家不但有唐僧，还有孙悟空。领教了，我们全成猪八戒了。我看呀，咱们是让赵家当猴耍了。可不呗，就他定的那一套啊！你呀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甭想完成那销售定额。咱们呢，嗨，上当了。要我说呀，罢工，把赵家老二撵走，不就是赔吗？吉利是他们赵家，也不光是咱们。他爸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罢工，明天罢工。怎么了？我听说罢工了。对，我们呀不接受你，请你离开工厂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赵家老二，赵经理。